占地111坪艺术中心，除了是台南难得拥有大片绿地公园的私人艺术空间，也是文生庭甲沈子玲翁仔某多年来的心愿。因对10年前故乡4年前取得土地，2022年新的一档，伫济济贵宾的见证，正式剪彩开幕。请剪彩。玉恒艺术中心开幕以后，第一档的展览邀请知名蜡笔画家王建民早来精彩逼真的作品，让大家对蜡笔无限的变化大开眼界。执行长表示，这个中心除了要提供艺术家展出的平台，让更较侪人来享受，更要以家己白手起家投资艺术、收藏古物的经验，打破大家认为艺术只是有钱人咧算的印象。因为我夫妻是白手起家，然后自己又对艺术方面的收藏有一些兴趣啊。因为很多人都一直跟我讲说，艺术是恁收藏是恁有钱人咧算的工课。我说不对，你一定要没有钱去玩艺术。为什么没有钱玩艺术？因为艺术可以让你致富。所以我们的心愿就是能够透过一个平台，让很多人去学艺术、看艺术不用钱，玩艺术才要钱。但是你玩艺术的前提之下，你一定要先了解艺术、喜欢艺术，你才能够让艺术在这个成就上能够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个收藏。伫文生庭翁仔某精准的投资眼中，艺术品除了欣赏疗愈，嘛是留予后一代丰富资产。以后透过艺术中心的课程，更要将部分收入捐做公益，帮助偏乡学生的助学金甲营养午餐。除了说提供这个场地让艺术家来展出之外，那我们呢那个展出全部的水电费用的话，全部都是由我们的本业支付啊。因为我们本身的话，先生的话他是营造公司，那我这边是建筑公司，那我们这边全部这一些水电费用无偿让艺术家来这里展示。那当然在这个展示的时候，如果说有买卖画作的话，那就是这一部分的话，请艺术家他就会提拨一部分出来，我们就是作为公益用。我们要来培养大家对艺术的一个投资、艺术的眼光鉴赏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开启一部分的课程。过去学校拢无教艺术投资，这回嘛要互观众跟对文生庭翁仔某的脚步，对教育艺术开始。今日新闻，军职何乔芳采访报道。